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国道2号向西11.2公里的所在，早起有一台蓝马控冰车，害6台车来追撞，其中一个姓林的驾驶受到重伤，一度失去着性命现象，也有一个人受到轻伤。当时这个蓝马控的司机伫变换车道的时阵，突然间失去着控制，车顶咧放阿妈头的桶啊。撞到边啊一台白色的轿车的驾驶，也有一台小货车直接从下杀到另外一个车道，造成现场的交通是大拍结。这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甲受伤者赶紧送病院来急救。经过警方的调查，所有的驾驶拢无啉酒开车，初步研判可能是南马控的司机。变换车道失控并车来出车祸，详细原因爱个调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